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7月31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，我是陈怡珍。镜头转来到国内，今仔日各地头拢变大雨，南部真侪所在拢传出淹水的消息，甚至有民众因为淹水熊熊吊车，伫路里袂顶袂动。不过，这阵雨预估会继续落到明仔载。气象局下晡针对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甲大台北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，山区就要提防水崩山。民众真无奈，坐伫汽车顶面，用脚一直顾向头前，对向来的汽车看到积水也毋敢开伤紧。南部3-1落几天的雨，连南海水库水拢溢出来。南高边侪所在陆续传出灾情，亲像台南县公里就积水淹水，互里长甲民众拢真无奈。有的抽也都中水啊，因为大排拢填起来，水位拢填起来啦，毋是无法度处理外海啦。为了确保用路安全，警察撩水也是模糊来指挥交通，不过要求民众无看，开入去已经封锁起来地下道，结果掉伫内底。没有啊，我过去警察也没有拦我，然后现在那么晚后才封起封锁线。一直落大水雨，互高雄规港收到37件积水淹水的通报，大部分来自永安、嘉定甲湖内这沿海乡镇。屏东也有一寡灾情来步乡路树因为大雨，规丛树啊倒伫个光明路上。另外，台林科大头前的大路也拢积水。但是要交易遐伊无用起来，你要水排袂处理。这波落雨有加继续到8月初1，气象局也继续对南高屏甲大台北地区发布大水雨特报。除了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之外，也要留意这种连续性的降雨造成累积雨量比较偏多。那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，至于在山区的话，则是要慎防坍方、落石或是土石流这种现象。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甲午后对流发展真旺，中央气象局在5点发动较大规模也是较剧烈的大水雨作业。另外，西南气流带着大量的水汽，有加8月初1各地落雨更加明显，也提醒民众多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，国内今仔日新增加11例本土病例，甲1个带病入境，嘛已经连续第4天无增加死亡个案啊。指挥官陈时中表示，敢将原不明的病例也继续咧降低，是非常好的现象。另外，立陶宛管的2万剂 AZ 疫苗也已经送到台湾啦。陈时中伫今仔日的记者会顶悬也特别挂印有立陶宛国旗的喙暗，表达感谢。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拜六31增加11例本土病例，个案分布以新北市6例上侪，其次是台北市4例，嘉义县1例，无增加死亡个案，已经连续4天零死亡。大概已经有20天左右，我们本土的那个不明感染源都低于10例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好现象。此外，立陶宛关境咱国的2万剂 AZ 疫苗31早起运到桃园机场，后期到10月底。指挥官陈时中伫记者会上特别挂印有立陶宛国旗的喙暗，表达诚挚的感谢。我马上会进行检验跟封签，希望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人来使用。我们非常感谢朋友这样的一个帮忙。针对东风版疫苗预约平台，部分县市考虑中培未晓就网预约，拍算自第2期疫苗也采用注册。甲中央无共调，但是都表示爱兼顾公平性，建议也是爱配合政策。如果他去造册，然后另外施打，那不如就是派人去服务，帮他上网，这样来的可能还来得更快一点。另外，伫新冠疫苗部分，目前累计已经有8088000多人次完成注射，疫苗注射率是32.82%。但是中强调，第4轮预约疫苗有103万多人，拢会伫期限内完成。另外，外界关心国产高端疫苗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做，也需要等高端供货稳定，才会提供民众开始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湘北今仔日总共增加10例，后礼拜1湘北也会同齐宣布8月初3开始，敢有要开放餐饮业会当现食。另外今仔日嘛是刚到第2级警戒了后头一个休困日，湘北一寡风景区的人潮是无特别增加。湘北市3-1新增加10例确诊，包含新北市6例，台北市有4例，其中半数拢是伫地处隔离确诊，疫情在可控制范围。这礼拜也是降级了后头一礼拜6，新北市表示景点人车无增加伤多，下礼拜是不是顺利开放餐饮来用，拜6就是关键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观察当中，所以观察礼拜6、礼拜天这2天的状况，能够稳定的往下走，我们都有机会就朝好的结果来做好准备。
台北市是公布确诊者卡列，其中一个个案是新光三越 A4 馆的专柜人员，所以新光三越停业消毒一天。另外8月7日，台北市市立动物园、嘉义动新乐园的重新来开放，其中有药笼已经夜满啦。降级了后，台北市拜6景点的人，敢若上升10到15%，依然是青灯。市长郭文铁表示，餐饮内容上紧8月3开放，不过强调会看这个疫情的变化，随时来划停。如果要开放的话，是下礼拜2。台北跟新北不太可能说规则不一样了哈，这实务上有困难的，那所以我们还是跟新北一起嘛哈。礼拜1宣布是一个好的时间呢。另外，65岁以上的老人要注射第2剂疫苗，双北拢斗阵来呼吁中央，真侪老大人不要使用这个有药的平台，拄着真侪困扰，是不是应该有无同的做法？建议中央应该使提供更加大心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吼，讲到嘉义县昨一困仔就增加9个本土病例，拢是水上乡某一间工厂的群聚感染案。相关的个案今仔日是搁加一个，目前体检600多人拢是阴性。那今仔日新增加的这一个，要去台中探亲，台中市府嘛针对伊的行踪来做清洁甲消毒。清洁队的人员沿路详细消毒，每一个所在拢会喷过。嘉义县31例增加9例确诊，3日搁再增加1例，也是水上乡某一个工厂员工，是前一天无领这个暗号的个案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，即阵这个传染链并无来断开。他第一次验的时候是阴性，那也验了抗体哈，那是阳性，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就验出来哈，又 PCR 又转阳。好，那今天就给他昨天没有放暗号，那今天把暗号放进来哈，所以这情形还没有扩大。那希望再透过这个广筛哈，如果还有一些可能的哈不明就是有可能有关联的人，能够找出来。嘉义县卫生局指出，这个新增加的个案在7月2日采检是阴性，不过有验出抗体，代表伊捌胃着病毒。7月30搁再做 PCR 就转做阳性。经过疫情调查，发现个案在7月15以前是住伫放假，了后才搬来嘉义住来遮工作。官府也赶紧来开设4个扩大检查站，提供予民众免费来快速检查。早上到目前为止，一共有671个人完成快筛。那这快筛里面有几个有呈现阳性，后来再进一步做 PCR 的检测，检测的结果全部是阴性。县长王昭良表示，这个团部链包含工厂负责人、员工甲员工的家属，已经有10个人确诊，其中已经包列出91人，58人伫厝隔离，33个人自主健康管理。另外，新增加的个案在17、8坐过高铁、台铁到台中去看老母，台中市府也已经包列出2个人，采检是阴性，相关的卡列也已经完成清洁消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7月27日，咱全台湾的防疫警戒降到第2级。台中捷运的绿线运量也成长50%。台中市府即马决定要加开一寡车帮，不过该做的防疫措施也袂当放零，同款爱做实联制挂喙暗。18个车站嘛拢有装红外线的侦测机器，来甲出入车站的民众磅体温。民众来到捷运站坐车，7月30日是疫情警戒降为2级了后第1个拜六，也毋过可能时间也早，捷运站并无明显人潮，也毋过民众也是有感受到市区人潮已经慢慢的变侪。应该会多少多一点点吧，因为现在去百货公司好像就发现人有稍微多一点点吧。台中市府统计，30拜五迄天中捷的运量已经比顶礼拜5上涨50%，每班车的车期将会缩短。对于大众运输情况，民众认为只要做好防疫，都无需要烦恼。好像也还好，因为就是上公车、下公车都要扫那个 QR code 啊。台中市长罗秀燕31透早也前往捷运站视察防疫状况，除了挂喙暗示名册，保持社交距离，车厢内有权也只保留1/3。同齐18个车站也拢设置有红外线的显像仪，自动侦测入站民众的体温。那我们台中是18个这个站哈，那我们已经是率全国之先，除了机捷就是以外呢，我们是全国唯一全县每个站都有设自动感温仪的一个捷运哈。台中市府认为，台中市疫情目前相对稳定，加上中央为27起全国疫情警戒降为2级，所以台中市府决定防疫记者会无过逐工调开，未来将看疫情状况机动调整，也毋过强调防疫作为袂放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新竹城隍庙口头前的大商为5月疫情爆发的时阵，就开始休困。这礼拜总算会当恢复营业。大商是讲吼，这2个月外话无生意通做，即马看到有人客来，真正足欢喜。希望民众来交关的时阵嘛，一定要遵守防疫措施。烧滚滚的米粉炒贡丸汤真成人，新竹城隍庙外口卖食的摊仔，自5月3级警戒了后，全数停业，2个外话无营业。真侪想要食新竹名产的民众等了真久。所以在里面用餐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其实还不错，就是比较好了，不用一直外带回家，这样食物冷掉了，味道又不好。其实疫情之前就要来了，可是就因为疫情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过来。城隍庙大商管委会指出，目前是以单一出入口进行实联制，嘛要求大商遵守防疫规定。卖食业者讲，看到人客来，真正真欢喜的。有生意做，有一点收入的话，会有比较好。我觉得蛮高兴的。有啊，很开心啊，比较稳定的。至少有可以赚钱啊。除了城隍庙，另外真是有囡仔欢迎的新竹动物园，嘛重新开放，人数限制是控制在上侪7500人。另外，园区内袂使食物件，干那会使啉水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，中部地区24度到34度，南部地区24度到33度。东部地区27度到32度，外岛地区27度到34度。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。新闻最后，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。所来7点半，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梦想故事欢乐车。我是陈怡珍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